續講下啲身體語言啦。其實咧，笑容咧就非常之重要嘅，呢個咧應該大家都知嘅。不過點解呢？相信大家都聽過咧一啲叫做身心互相影響嘅一啲道理啦，即係身體咧係會受住心理嘅影響啦。咁啊，心理都會影響緊個身體，係互相影響。咁咧，其實咧笑容咧呢種放鬆嘅表情咧，係對自己有一種嘅引導啦，係啊，會令到自己咧知道，我個身體其實個心理上應該放鬆喎。所以咧有陣時，如果你話你好緊張嘅時候，你可能大笑一下，又或者你一路都唔安穩嘅時候，你試下放鬆，俾少少自己微笑咧，其實可以引導翻個心去平靜一下。同時間咧，亦都令到你身邊嘅人咧感覺唔到你嗰個緊張。咁其實呢通常咧喺嗰個環境入邊，如果你覺得放鬆，咁但你都可以放鬆，咁會大家舒服一啲。咁有機會再講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